我係 Gemini 市場推廣團隊嘅 Andrew，我哋啱啱為 Gemini 應用程式推出咗有史以嚟最大嘅升級，等我同你詳細講解下。今次升級由 Gemini 3開始，呢個係我哋至今最聰明嘅模型。Gemini 而家可以更好咁理解同分析圖片同埋影片，所以你可以例如上載一段你打運動嘅影片，然後問佢點評你嘅表現。佢甚至會好似教練咁建議你做嘅訓練練習。我哋仲改咗個 App 嘅外觀，加入咗2個新嘅實驗性功能。視覺化版面同動態視圖，而家唔再係一大堆文字。Gemini 3會根據你嘅需要，幫你設計一個專屬界面，啱晒你手頭上嘅任務。想揾旅遊行程建議，你會收到一本雜誌風格嘅指南，可以自己點擊入去慢慢探索。又或者你唔係想揾人幫手做任務，而係想直接交俾人做，咁你可以試下 Gemini Agent， 佢可以由頭到尾幫你處理多步驟嘅任務。收件箱太多咁搞唔掂。你只要叫佢幫你整理電郵，佢即刻會開始幫你分辨邊啲電郵要回覆，仲會幫你起草回覆，等你諗完再發送。更聰明嘅回應，更靚嘅視覺效果，仲有一個幫到手嘅 agent。快啲去模型選單嘅 Thinking 試下 Gemini 3 Pro 啦，之後記得話我哋知你有咩睇法。